環球時事之門，真正言論門常開。劉墉、隨意門。好啦，跟住又再翻喎，咁又要翻將個鏡頭咧，翻歐洲啦。嗱，特別要講一樣嘢就係德文。德文咧，佢有趣嘅地方就係咧，點解啲人成日不停講話廣東話係方言咧？其實今次一個政治嘅因素，就係覺得同一個國家裏邊唔可以有兩種語言。係啦，但係呢種係好廢嘅一種説法嚟嘅。正如喺嗰日喺周日北講嚟咧，阿蕭生已經係駁啦，跟住嗰個中文大學教授仲係講啊，其實方言仲有種分法嘅，用政治分法，但係冇可能㗎。呢種係一種好可笑嘅説法嚟嘅。用歐洲嘅例子就已經明啦。喺法國我唔用德國咧，因為其實瑞士有4種官方語言，德文、法文、意大利文同埋一種叫做Romansh 4種，嗰係屬於羅曼語系嘅一種嘢嚟嘅。咁都算啦，因為瑞士冇話一種係即係特專一種係係嘅一種係即係官方語言。嗱，法文咧就係佢基本上法國人就一定係法文係專即係個官方語言嚟嘅。但係even 喺法國境內，尤其是喺德國嘅邊境咩 Lorraine 啊嗰扎嘢咧，即係一路喺同德國一路爭嚟爭去嗰個邊境，轉咗10幾次手，即係過去幾百年10幾次手，嗰啲咁嘅語言咧，都有一帶就係講德文人㗎。咁嗰扎人都喺法國境內㗎，你唔可以因為我喺法國境內就叫嗰扎講德文嗰人嗰啲係法文嘅方言嚟㗎，冇可能㗎嘛，係咪啊？所以根本上用政治嚟分咧係可笑到不能嘅一種嘢嚟嘅。同樣地仲有一樣嘢㗎，法國仲有喺喺個尖端喺個英法海峽嗰度咧，有一個地方叫 Brittany， 係啦，個 Brittany 嗰地方咧，嗰啲人講咧叫做 Breton。Breton 係咩話嚟嘅咧？ Breton 唔係法文，唔係羅文語，係塞爾特語系嚟嘅。Breton 係同威爾斯文、同愛爾蘭文相當近嘅嘢嚟嘅，但係佢都喺法國境內嘅。嗱，咁而家就翻就係喺歐洲，當然啲咁文明嘅地方啦。咁基本上佢哋已經開始係會保護一個國家有保護地方語文嘅地方。譬如好似法國咁，你去到 Brittany 嗰度咧，佢哋會突然間除咗法文之後咧，會有 Breton 嗰個語言喺啲路牌啊，所有地方都會有嘅。嗱，用英國都有個噃。嗱，唔好話英國除咗喺威爾斯就講威爾斯文，同埋咁就係因為中國人會 argue 就係因為你都係用翻漢字咯，係咯，即係你都係用翻中文，冇錯啦。於是乎咧，佢就覺得係同一種語言，冇錯啦。只不過你講廣東話嘅發音，呢個就係個方言。冇錯啦，冇錯啦。呢個就係好 common 嘅。呢個好重要嘅一點咧，就係我就講埋呢點，就係話其實喺英國就係人哋喺 Cornwall 就係最西南嘅地方，講叫做 Cornish，都係屬於塞爾特文，唔係英文嚟嘅，因為英文係日耳曼嘅，佢係塞爾特文嚟嘅。好啦，咁人哋就好文明啦，係咪？翻嚟頭先你所講嘅嘢就啱啦，因為我哋 share 雖然我哋係唔同嘅語言，純粹以口講嘢係唔同嘅語言，但係我哋 share 係一樣文字，冇錯，share 同一種文字。縱使依家多咗好多廣東話嘅字啦。嗱，好啦，咁然後翻嚟呢個咁樣嘅個討論裏邊咧，而家喺香港嗰個維護廣東話咧，有兩個方向嘅。雖然大家睇嚟睇去都全部都係喺度維護廣東話、保衞廣東話咁。第一種咧就係你如果有睇陳雲寫嘅文咧，陳雲就不停寫粵語先正，因為咧，因為我哋保留咗好多古嘅漢語，用字又簡潔，好多時候係單字嘅，寫上嚟係啦。反而而家北方語文由於受即係呢個成日講咧共產黨洗禮，嗱唔單止滿語、阿爾泰語係即係嗰啲蒙古話啊、滿洲話嗰啲入侵晒，全部又有移發，又要用兩個字先講到嘅。我哋單字係講到㗎啦嘛，佢哋係一個單字馬都要馬移嘅，好煩㗎嘛，係要加兩個字落去先講到嘢。呢啲全部係外文嘅要係咁，同埋咧亦都受共產黨影響啦，所以污染咗中文。嗱，呢污染咗中文，呢個係佢哋嗰個，而我係好贊成嘅，即係陳雲講嘅嘢，我完全冇問題，係啱嘅。粵語其實反而更加古雅，好多用字咧係對於嗰個中文係更加秀麗，更加用字更加少啊。而其實反而係好多共產中人即北方普通話咧係受到同埋污染得好緊要，亦都俾啲工農兵啊嗰啲咩污染咗。嗱，但係呢個只係第一個方向啫。第二個點咧就我so far冇聽人講過。其實就係話，你如果聽到點解啲人不停學普通話，甚至香港而家都開始有啲阿爸媽咧，淨係同細路講普通話嘅。哇，唔係咁黐線啊！係，因為覺得廣東話冇用啊嘛。仲有一個嗱，呢個係我呢一節最重要，一定要講快啊！就係仲有時間，就係話用普通話教中文咧，你哋中文先至好嘅。點解會係咁樣嗱？佢哋 under 嗰啲乜嘢嘅諗法咧，就係因為佢覺得因為普通話講出嚟同寫係一樣嘅，冇錯。咁嗱，即係話咧，即係其實佢嗰個所謂用普通話教中文，就會令到你寫得好啦。嗱，呢個咧係一個好，大家一定要聽清楚，係一個廢話嚟嘅，係一個 myth，但係從來冇人駁斥。點解咧？其實普通話可以當然係同寫係一樣啦，但係其實用粵語嘅發音。一樣可以同寫係一模一樣。用粵嗱，等於現在我正在用這種方法說話，
是否能夠完完整整一字一句把它變成中文漢語？中文國文可以嗎？可以的。若果可以的話，為什麼不能以粵語教書？若果國文先生在課堂中以這種方法教國文，是否代表有學不可？還有，你的說法是普通話教國文，將會跟是比較難講嘅。嗱，翻翻轉頭咧，大家應該 get 到我個 point 嘅啦，就係、其實中文同其他歐洲語係所謂我手寫入口最唔同嘅地方，就係中文唔係一個拼圖文字，唔係拼音文字。一個任亮憲、城市再論壇、馬草泥、劉墉，佢冇寫明呢幾個字可以寫到出嚟，佢冇話一定要用國語嗰隻方法講嘅，冇一定用普通話嗰隻講，完全可以用廣東話嗰隻出嚟講嘅。如果我上堂嗰陣時，好似好正在與我剛才說的方法一式一樣的，大家想個問題。你話用普通話教書係同寫出嚟嘅中文一樣嗎？用廣東話教書一樣可以。我呢樣嘢令我諗翻起咧，中文嗰陣時中學咧，我哋去玩朗誦咧，冇錯啦，係全部係用呢種噶嘛，冇錯啦。但係我哋其實都係照樣讀翻出嚟嗰啲編織啊，一樣讀出嚟，冇問題㗎。根本上就唔關事，一定要搞清楚。用普通話教中文係可笑，而因為中文好係一種可笑嘅説法，因為佢唔同德文拼音語系。你如果用文字，譬如嗱，我用翻德文嘅理由點解咧？就係因為德文其實有好多方言，但係佢哋教書就會用 Standard German。譬如瑞士一樣有瑞士嘅方言，但係佢哋會講 Swiss Standard German。奧地利一樣，因為寫即係佢就係要跟翻寫出嚟嗰個德文嚟讀。但係你要跟寫出嚟嘅德文嚟讀，你就一定要跟嗰種方法讀，因為佢係拼音文字啊嘛。但係中文你要跟翻寫出嚟文字文言文或者白話文寫出嚟，你係冇必要跟普通話北方方言嗰種。大鑊啦！依家佢同你講，我哋用緊簡體字啊。冇關係㗎，普通話但係你簡體字都係話讀㗎嘛？我先唔同簡體字需要取消呢樣嘢，我當簡體字係一個合理嘅存在，佢一樣可以用廣東話讀出嚟。冇錯。嗱，所以呢個迷思一定要打破。漢語即中文係冇限制嘅，一定要係用國語發音㗎，唔係用國語北方方言發音先至係中文嚟㗎。用廣東話發音咧都可以成中文。其實梗係可能更好，因為更加酣暢音啊嘛，而且因為9個聲、12個聲添啊。而廣東話方言，因為正如陳文所講，喺文字上高，我哋有廣東話本身保留嘅文字，更加能夠豐富呢個文字。但係呢個只係一個面向，而其實粵語最緊要嘅地方，粵語所謂粵語，我哋要最需要保護嘅地方，就係粵語呢一套發音系統。係，只要我哋保留咗呢副發音系統，係同一整套漢字係完全一對應嘅話，我哋就一樣可以保留落去。而我哋唔需要跟普通話，根本唔需要。嗱，但係點解會有一個咁樣嘅迷思，覺得用我手寫開口只可以用北京方言或者普通話嚟教嘅咧？因為其實原來咧，真係其他頭先所講嘅南方方言咧係唔得嘅。原來咧，譬如閩南話，我喺台灣我講過啦，喺台灣做嘅係冇可能嘅。原來闽南話咧，佢哋係唔可以，譬如好似我哋頭先咁講，將成篇闽南話用應咁一篇文章白話文章咧，用成篇閩南話讀出嚟。嗱，其實係得，得，因為得㗎，因為閩南話都每一個字都有個音。但係佢咁樣讀出嚟咧，佢哋會唔明嘅。係會咁樣嘅。原來上海話一樣，佢哋係冇一種文讀嘅方法，因為唔係文讀，冇一種叫做文言化或者書面化嘅過程，因為佢哋從來冇經過書面化嘅過程，所以對佢哋嚟講咧，講嗰種語言一定要包括一種口語，係同一個書面語咧係冇對應，係個對應唔同嘅。咁所以佢哋造成呢幾種方言咧，對於呢個普通話或者北京話有一種 inferiority complex， 因為覺得佢唔能夠寫出嚟。明白。但係粵語就係唔同。因為廣東話已經係完全經過咗呢個書面化嘅過程，正如我哋頭先你所講，我哋嗰陣時朗誦都係咁做㗎啦。或者有時蕭生成日讀詩啊，讀一篇文章啊，咪就係讀出嚟，唔會有人質疑呢個唔係廣東話，係咪啊？嗰個成篇廣東話，而且冇人會唔明嘅。冇錯。
一樣會明噶嘛，係咪啊？咁所以就係咧，點解粵語咁難消滅，亦都係唔應該被消滅，亦都係更加係應該要推廣反攻北方語言嘅原因。因為其他幾種漢語其實本來都係官方語言啦，爭啲啱，但係所以我終於明白點解佢可以有機會成為官方語言，就係因為可以佢曾經經過 go across 嘅，係過咗書面化，佢可以完全過到根據成篇文用廣東話讀出嚟，仲要全世界明。Whereas 上海話啊、閩南話咧，佢哋就係冇呢種系統。其實佢哋得嘅，但係要慢慢滲翻落，因為其實你逢親有字有音就得㗎啦。所以其實佢哋而家台灣咧嗰啲閩南電台咧就會閩南電視台咧就會好似用呢種方法啦。佢哋先開始識啦，就覺得咪讀一篇新聞咪用闽南話讀出嚟讀添。咁開始跟住，但係咧我就聽台灣人話講咩啊？都唔係閩南話嚟嘅咁樣。其實咁樣但係我係廣東人，我開始覺得好奇怪，咩叫唔明啫？我哋廣東話都得㗎。係咯。你對住篇文章啊的啊字啊，做翻晒出嚟，呢樣都係廣東話嚟㗎，唔會唔明㗎。咁呢個就係個關鍵。原來佢哋冇經過書面化，而粵語呢個系統特別係廣州話經過書面化呢個過程，所以我哋就更加冇需要去向呢個北方方言低頭。因為你而家講咩先？你話要保留中文啊嘛，中文你嗰樣嘢可以寫中文出嚟，我嗰種方言，我嗰種語言一樣可以寫到中文出嚟，而我哋嗰個詞彙更加保留到古漢語嘅豐富，更加保留古漢語嘅性質，聲調更加豐富，更加能夠對唐詩宋詞。你快啲將你呢一篇理論用普通話讀一次出嚟，反攻翻呢個方言。呢個就比較困難。嗱，呢個就係我今用點解要用一節時間去講。大家明唔明啊？明白。而而家最重要一點就係講咗一次，就係廣東話能夠將一篇文章讀出嚟，的啊知啊，成篇書要讀出嚟，係冇問題，全世界所有人都明。咁有乜必要用一個教嗰啲人唔識講，聽嗰啲人唔識聽嘅一種普通話讀翻嗰篇書面嘅文章？反而冇人聽得明。冇必要㗎，因為廣東話一樣可以將嗰篇書面要讀到出嚟㗎嘛。咁所以咧，就我哋只要將呢個所謂用講普通話教中文呢個迷思更加打破嘅話咧，佢哋嘅勢力將會趕翻北方，就係咁簡單。
人民超市榮譽巨獻隆重推出多款海產食品。世界最多高嘅蟹有高蟹之王稱譽嘅麵包蟹，每隻約重600克，大約長16 cm， 優惠價每隻都係88蚊。俄羅斯皇帝蟹半邊爪，約重800克，大約長37 cm， 每半邊原價388蚊，特價328蚊，限量名額100隻。加拿大珍寶牡丹蝦刺身，巨無霸級嘅牡丹蝦嚟自加拿大，堪稱係海蝦中嘅極品，蝦肉肥美，鮮甜無比。解凍後當作刺身嚟食，的確係頂級嘅享受啊！每盒1公斤重嘅加拿大牡丹蝦約有15至19隻，而家優惠價每盒只係賣450蚊咋。喺人民超市購物滿400蚊可享送貨服務。訂購及查詢，星期1至5上午11點至下午6點，打嚟25686811，又或者上 www.25686811.com 人民超市網站選購啦。2014年首部神話動作特技巨獻，白宮淪陷監製，轟天猛將特技班底，大力戰神 3D。今日港美同步，神力難擋。